雖然頭先兩首歌都唔屬於我嘅年代，但係首首都好好聽。頭先嗰兩首歌嘅作者黃月新先生多才多藝，佢一方面係一位好叻嘅音樂家，好多種音樂都玩得好出色；另一方面又係粵劇拍和名家，曾經做過好多巨型戲班嘅頭架。佢又係著名嘅粵曲創作家，佢創作同改編嘅粵語歌曲超過200首。黃先生唔單止係一個音樂人，仲係一個教育家。佢係第一個有系統地編製粵曲課程嘅人，並分別喺電台同中文大學音樂系教粵曲。黃月新先生對專業粵劇人才培訓十分注重，跟佢學習粵曲唱功嘅著名粵劇紅伶有紅線女、林家聲、羅艷卿、南紅、藍鳳、尹飛燕等等，跟佢學習粵劇編曲撰曲嘅有著名粵劇編曲家蘇翁先生同葉紹德先生。而喺音樂拍和方面，今日大會音樂領導劉永全先生係黃月新先生嘅入室弟子，盡得黃月新先生嘅真傳。原來數手指計下，我應該尊稱黃月新先生做太公先啱。今日有機會介紹佢嘅生平都係我嘅榮幸。嗱，壓力有啲大添，不如交翻個波俾太師公嘅兩個徒孫先。佢哋演唱嘅係南宋鴛鴦鏡之貝衣情。故事講述范希舟喺路上遇到父親失散嘅馮玉梅。突然開始落大雨，兩人衣衫盡濕，因此走到一間破廟裏避雨。就喺呢間破廟裏面，希舟為玉梅貝衣，以禮相待，感動了玉梅嘅芳心。呢首歌曲裏面有首非常動聽嘅小曲《貝衣情》，係太師公黃月新先生嘅作品。現在有請我舅父張建宗先生、舅母張陳靜君女士為大家演繹《貝衣情》。
姑娘，弱質嬌軀難堪風雨，那邊有茶有草，何不取來生火，以驅寒意呢？倒是個好主意，為是物各有主，焉可順手拈來呢？姑娘所言有理，待我留錢借用，稍大。好一朵傲雪梅花，我是人間極品啊！一份爭笑更以心來傾連望劍十舊柴枝，便教育人添寒意。倒換藏身，暫避風刀。破碎山河草木愁，傷心境似飄零煙。遊行舉康扶仗義，芳心感銘實難言。恰似避雨禪下煙，休怕窒雷密雨頻傳。你快來坐向火爐邊，同共取暖。難得關懷極點，感恩心當夠活血甜，照料情非淺，我心虛亂，卻又無言，為嫌親心掛牽。姑娘，你因何凄然垂淚呢？公子，我自相身世，仿似孤雁離群，爹爹失散，讓你知是否平安？更悲父女何時再聚咯？所以不敢凄然下淚啫。原來
如此，你要放心，休掛牽，當能見領尊脫羅衣，趁火烈焰。用緬甸若受寒患病，苦痛相前有誰憐？我光明磊落，可對皇天。話雖如此啫，奈何道官無遮掩。啊，係噃，有啦，待我以衣為將，暫從權。我怕有辱神靈，心不悦。唔怕，我可以低垂神慢，他日重修廟宇，奉香煙。我又怕菩薩偷窺，不檢點。哦，姑娘，菩薩係木塑泥雕，又點會有偷窺之理呢？又我最怕係菩薩無心，生人有意啫。哦，原來是姑娘怕我，唔怕，我將身兒背過，你可安然。姑娘，你身軀要緊，放心背吧。如此說，奴家僭越了。
姑娘何事啊？我不慎被火灼傷，故意苦痛啊！姑娘既被火灼痛，何不由我效勞呢？又怎好意思呢？你又何必拘禮？拿來背吧。我心意在這邊，雲兒在那邊。我暗被愛魔纏。欲你思還亂，這是玄妙觀，不是風雨電，更不是無靈緣，怎能成就花卷這般嬌，這般豔，佢卻是神仙。姑娘，羅衣也曾備好。請姑娘拿回穿着吧。有勞公子啊！說了。也鄉人也嫌意馬心遠，生愛念其逢應是有前緣，方量道觀堪留戀，心事憑輕是誰處？
莫剪有勞公子，公子啊！係我已將衣服穿好，你大可轉身過來啦。哦，係呢，公子，方才見你低手沉吟，似有滿懷心事，未知能否見告呢？姑娘，所謂千里送君，終須一別。我所受這恕姑娘，別後都不知相會何時。又怕此境此情，空勞雲夢，徒添感慨啊！我又豈無所感呢？風裏驟過太無緣，塞外孤空聲凄怨，似錯覺無力受毒曳風身如飛水行軍連，棋逢應借有情天，轉瞬天涯難見面，觸動輕愁一淚影回自投緣。禁不住悲水滔人生聚散本無端，別時容易見時難，暗香眼前人，吐出心底怨，要莫怨蒼天，古道悲歡離合，當識平水奇緣，遊記歲月花音，雪里玉沉梅，萬紫千紅，獨愛一枝，今日過愚昧，
來梅是夢，問兄能否助我結梅緣？梅花若許為痴人，許下盟心情一段啊！為是烽火危天下亂，把嬌花互飲會夜和端。你應向花神陳心願，然後再抱花溫。妙啊！梅花清雅堪讚羨，喜夢暗落意欣然。謝風雷為我牽紅線，自當好為愛護着依戀。墨竹天又多情，結就如花。